当阿萨、印尼、巴厘岛、祥林、斯格林啊，还有什么福气了哈？嗨，就你啊，那个念好，那kami merilis to pasawali. Ya ira ay haku itz hao marawr at sa niam. Ratag irato ko ma kariangay. Irato ko ma patani ay tiniipaukuan. Saka tayra kami deng ya kaitiraan nurara itz inanang kami. Soalnya naya pinanang niam tira iya yeme dia Futian 博物馆。ta rektora hao tara kami warensi lilau dapat maksud kami tarai hampan hatirai karakat ni mencira nah hani posip sapi hapina ngau tunini nifana anita atau pakaian misuala ni longkang hao ta irai ama paro i tangar 老师好，好还好嗨嗨大家好，嗨sa hatirai kya ragat ni mencira atatulo an masama na yakini sanay ko palo sonyam tuni mi suaranita to mitingiranita saka anini sanhaw tayangan sa ita chirongkang mitungal to ya napanaanita saka nanay sa imeran ta mitengir ta saya ka tawa ita ko nano misualan no panaitan daw 好谢谢龙康请你好，谢谢建信老师。啊那么又到了我们这个礼拜上课的时间，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会把前面的东西还会再跟大家复习一次。那今天讲的东西是比较学术化的，但是这些学术化的一些东西，如果加入田野之才的话，那么那些从事语言教育的师资就会有所提升。比方说，现在开巴朗正在进行一项工作，那就是在8月18号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族人对于阿美族捕鱼文化会有存在什么样的历史记忆，还有存在什么样的图像。那自从这一个286电脑产生以后，我们就发现过去一些封闭的文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到3C 互联网，到现在甚至呢就是 AI， 它这些的科技产业呢，陆陆续续的就是让部落跟这个文明呢就是接近。所以我相信现在在座的人大概会认为说，阿美族在捕鱼文化的部分，可能就是像马泰安过去，他因为本来是住在这一个现在的朗阿汉明利村明利村，然后呢，他是因为当时的南清水溪跟马泰安溪泛滥，把马锡山的山脚就是整个堆叠到9公尺到15公尺之间的高度。那么这样子堆叠以后呢，就是造成了很大片的湿地。在这个时候呢，在明利村的那一些族人就下来，在湿地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一种渔猎文化。这是就是网络上面或者是教科书上大家都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资讯，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马泰部落去登记了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就是捕鱼文化当中的一个巴拉告。这个巴拉告文化呢，它原本只是一个片面的一个民族教育的体验但是呢，也经过了这个媒体还有一些休闲旅游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些推广，它让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影像讯息瞬间的散播出去。那因此，大部分的我们在都会区的族人可能就会认为说，原来捕鱼文化就是类似像巴拉告那样子的，是一个阿美族的特殊文化甚至教科书也会就是认为就是巴拉告就是阿美族的渔猎文化
但是我们知道写这些东西的人都并不是族人哈，他并没有经过部落会议，也没有经过这个地方耆老，那么他就是不断的就是把这个讯息披露，就变成一种传声筒效应了。然后之后呢，现在呢，不管是原住民或是非原住民呢，可能就会认为说，阿美族的捕鱼文化呢，就是巴拉告文化啊。事实上，过去的阿美族的捕鱼文化是集团捕鱼文化，它不会是强调个人的小团体的，它是强调一个集体动员的。这方面呢，我相信从南部往北迁的这些巴里闹班扎的这个族群，这个群哦，他们会特别的体现呐、这个捕鱼文化，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空间的流动，它这个集团捕鱼的文化就慢慢的就没有再看见了那但是在今年的6月份，在中心部落有一位相当于67岁的长老叫高进福，他在65岁的时候，他跑去读硕士啊，然后呢就把这一个集团捕鱼的文化，在今年6月份呢，他就发表出去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去读高进福的集团捕鱼，再来看马泰安的这个巴拉告文化，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对文化的视野的开展就必须就是怎么讲随着时间空间的那种改变而改变，你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眼前的讯息就是决定了阿美族的一个真理。然后呢，随着这个高进福的集团捕鱼文化出现，我相信日后呢，所有的阿美族部落就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民族教育，或者是就是体验的一些活动就会慢慢的呈现了。参与这种集团捕鱼活动，其实呢就是回到初始的状态，去接触老人家过去的那种物质文化的一种体现。基本上这个蛮好的。那我们在8月18号早上11点钟，在塔巴朗部落特别就是号召了马乌外阶层那个 SLA 的那个阶层，然后希望呢召集当时在利大溪的那些捕鱼家族的遗族来做一次。那我刚刚就是去那个湿地，就是太巴朗的湿地不是马泰安湿地，我们呢找族人去挖了一个生态池，然后在18号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能够体现到底阿美族的捕鱼文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事实上我们也没办法掌握它完全的真理，但是在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就是那些唱古调的阿嬷突然想起来那个以前老人家在捕鱼的那些古调的歌所以可能8月18号上午11点钟，你们有在附近的族人或者是老师朋友们可以来看看真正的阿美族的捕鱼文化，它是怎么样的来体现在现代的这种物质文化当中那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要讲这个集团捕鱼跟巴拉告的捕鱼是2种极端不同的有差异性的一个图像，一个是强调就是个人跟资本主义，那一个是强调部落的协同均衡跟发展。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发现到说，我们在对于看文化的角度如果看得不准，那也很可能后面就会偏误了。那现在所有的活动巴格浪或者马里亚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都往往流于形式上的吃鱼。现在的青年小朋友吃鱼他们就会认为就是活动已经结束，吃完鱼要回家了其实集团捕鱼的文化但吃鱼的文化其实是在体现这个部分，但是目前为止就一直就是在这个多元族群就是交融的这种空间里面当中，原住民在慢慢的在流失他过去的这种原真文化一个母文化这其实是相当可惜的那我们今天
再跟大家就是谈到了就是跟语言有关系的。那讲到语言，就会讲到索绪尔的符号人类学那种就是建构论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讲太多的理论，我今天就是讲很多很多的田野事实跟语言符号，我们来做个结合。那今天我上传的是一个 Word 档，这个档就是提供给我们今天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那你就欢迎，你引用，然后呢复制，然后就减少你去跑图书馆。我知道大家在都市讨生活很辛苦，那这些工作荣康帮大家做你们复制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忘记你要在后面刮胡林荣康2023年，因为这篇论文呢是在11月份在那个政治大学的国际语言中心要做发表，那目前已经是被录取了，但是我跟大家先分享这个里面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这篇论文里面当中大概有27页左右，然后他第一章谈论的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要讲到语言符号，就必须要回到初始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会回顾前面，我们回顾那种初始的状态，有提到了那种圣山的田野调查跟民族学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语言的他们的就是语言作为一个符号，有形的符号或者是无形的符号，他们在发生的时候呢，在公论上面的体现，如何我们有原住民的主体的诠释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说，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亚文化通常不一定会受到主流文化的青睐，但是亚文化绝对是有它的民族、经济、教育或者是国际展望上面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如何让这些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透过符号来传递，那么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阿美族的文化。我相信如果今天在座的语言师资有上线来听这些资讯，我相信是对大家有帮助的。然后在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提到了阿美族的普遍经济制度。其实阿美族为什么叫做过去的物质文化叫普遍经济？那么这个普遍经济的名称是来自于法国人类学者巴塔耶或者是巴代义。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人类学者，他过去他透过莫斯马利诺斯基那些人类学者，然后他去观察他的行为。那么这一个巴塔耶他的这个观察，其实跟阿美族他的心智上面的诠释，我认为在文化建构的基础上面，可以提供相当大的一个验证跟帮助。因为其实现在的学术，当你面对教授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跟你讲理论事实上原住民族在台湾本岛所发生那些过去的那些行为那些现象，有些事情是不一定就是能够找到现在就是通行的理论来去做验证，因为你必须要回到初始的状态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观。所以历史是人建构的，然后建构历史的人也不一定是阿美族，所以他怎么写怎么说，其实有很多的阿美族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那所以在传递他过去的那种原真性的那种功能或者事件或者传说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传递，就是透过符号来传递这一个过程的建构当中，我们必须去思考过去
先人在阿美族的社会中是如何去建构，然后如何去体现，因此这个语言符号就会作为一个传递的工具。那我们知道阿美族是没有文字，阿美族最伟大的发明就是语言。那语言它是就是说就是功能论来讲，就是一种建构的一个方法，然后是一个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这样子，语言加上一个古老的文化的传递，然后再把过去的一个物质文化来体现。那么当你回到初始状态去看过去的物质文化，可能是来自于部落的均衡的、互助的，或者是就是均衡的互助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因此，那个巴塔耶他就认为说，原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制度，就是那一个普遍经济。然后他又认为说，这一个有一些殖民者到了台湾，多数他都是带来了这个资本主义，比方说要盖铁轨，铁轨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然后他盖了水库，啊，收水费，就那个等等的，就是他做了很多的建设。那其实他不一定是建构在发挥人类的一种互助、均衡或者是永续这方面的一个结构当中，它可能就是为了要累积资本，然后呢，让这个原住民族，所以就是未开化或是蛮荒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然后呢，就是成为就是社会的底层人士，那所以可能就是他必须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所以才有办法对于这些底层社会的人来进行异化劳动。所以异化劳动就资本家出资，他盖了什么水库电厂，然后呢希望就原住民呢去做员工，然后他不会给你呢完整的一个待遇跟薪资，他就是会让你就是一直的为他去劳动，然后这个就叫做异化劳动。那这样子的一种基础是建构在资本主义上。那事实上在阿美族过去的社会结构研究上面呢是看不到这些的。所以在第二章的部分谈的就是那种普遍经济传统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听这种课一定要以回到初始状态的那种时间跟空间的那种心智，你才可以去慢慢的去理解过去阿美族的先人是如何去在社会的物质文化发展当中去建立那些制度。然后在普遍经济里面当中，我们提到是以圣山为例，所以我们就会又回到上个礼拜课程讲到人寿分割治理线，然后呢再来看看到底阿美族过去的物质文化是集中还是分散，这个概念必须要做个厘清哦。那资本主义就是强调的是集中啦，事实上普遍经济啊强调的呢是分散啦。为什么？因为那个1912年太平洋片假名手抄本里面第一章已经开宗明义就讲了，人类就是因为天灾，所以会恐惧天灾跟瘟疫，那所以他不断的迁徙跟漂流，最后人都没有了，就只好呢兄妹通婚，然后产生的那个人口才有办法发展他的经济，才有办法劳动这样子。那所以他这个劳动过程当中，我们在圣山找到了很多的证据。其实那些先人呢，并不是在体现那种集中啦，就是说部落啦、社区啦、社啊这些东西，其实呢都是建构的，都是一些外来的。事实上，我们从圣山的田野调查里面就发现到，其实过去阿美族的先人呢，他是分散的，他不会集中在一起。那可能就是怕说，如果集中了，可能就是天灾一来又要分散，然后或者是呢，就大灭绝，然后分散呢对当时的阿美族社会是有相当多的好处也只有分散呢才可以办法，就是说让阿美族过去从圣山下来扩散之后呢，可以永续的经营到现在。那因此
这一个概念呢，就是大家必须要去建构它。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重点的，就是说语言是作为一种符号，它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经常因为他者代行，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有他者化的问题，还有一种历史的或者是政治上的想象，所以常常会失去它的原真性。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巴拉告本来就是一个族群社会里面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渔猎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是长年累月有某些人呢，他去登记了智慧财产权，然后他还找一些旅客去参与它，去经营它。当然为了部落带来了一些好的发展，他自己本身呢也累积了经济的基础那其实这样子跟资本主义是没什么两样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阿美族族语跟汉语在台湾这个小岛上面，我们从那个荷兰人开始就是一直采用二语并用的主义二语并用主义就是母语跟外来语二语并用，那一直到现在依然都是二语并用然后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转译。那在转译的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的就是古语跟关键字，而且过去的古语当中它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字词的字根，它可能就是会有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的一个词出现。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在太巴朗做田野调查里面，就截至目前为止古语就收集了104个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体现在这一个秀姑峦阿美的电池词典里面就像我们在南斯阿美听到那米兹拉盖、米兹拉这样子的词，但是这个词你在秀姑峦区是查不到的。那我们却在南斯阿美那边就看到那个它是开展的意思那这个当中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人的流动常常就会造成这个问题。那相对的去转译它，就可以重建它的一个古老知识体系。因为开展这个事情，它在学术上的定义它是非常范围大那你要怎么样去验证它？那个对于就是原住民过去的那种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这方面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帮助那所以转译语言这些符号相对的也可以重建初始的文化那等一下我提供一些田野的一些资讯再来就是说那因为语言随着人流动而流动所以语言呢就是本身就会流动扩散跟迁徙对，但是我们又可以从语言里面当中找出物质的原真性。像我待会就会讲到汉道里面有2个词第一个叫你的嘎，我不知道在座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多人很多老师就认为你的嘎这句话就是开始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开始吗？其实不是。根据中央研究院的邢宇一教授的研究，当时日本人来台湾收集了就是60几种的汉稻跟小米，然后呢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当中呢有2个品种，一个叫做你的嘎，一个叫那嘎布。但是我们因为蓬莱米的关系，蓬莱米最后在东市的这个研究所那个就是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农事所跟日本人2个品种就是做了这个花粉杂交完了以后呢，就成为现在的蓬莱米。换句话说，我们阿美族的族人呢，这个100年来呢，都在使用蓬莱米，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蓬莱米里面当中有2个品种是我们的祖先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但因为我们没有在从事这个文化所以米德嘎就变成开始，那嘎布就变成了那嘎布这就变成就是共同一起的意思。那因此开始米德嘎
拿嘎布共同这两个词就变成了代名词啊。它其实原来呢，它就是我们老祖宗从那个巴拿样带来到这一个扩散的时候，一直随身携带的汉道品种啊。但是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然后这个品种就目前就没有人在使用，那因此这两个品种呢就会变成了那个就代名词。那事实上我们发现到时间越久，阿美族的古语就越少，相对的代名词也就增加啊，甚至还有外来语介词的现象。这些东西就是日后都会在课堂上跟大家说明。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要谈论的东西。那么一开始就是要让大家就是了解，就是说我们进入到圣山3次，这30年来进去了3次，做了完整的田野调查。我讲的圣山是现在的丰滨乡的八里湾山。然后呢，我们呢田野调查完了以后呢，我们很难去跟族人说明说这个圣山我们老祖宗在那个地方干嘛，所以我们就一直强调，你必须呢要洗牌，你必须呢要回到初始的状态，你才可以去了解说那些我们的那些先人他们是如何在这样子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去繁衍子孙，去建构他的文化啊。所以这样子透过语言的转译呢，事实上是有对于这种第二文化、亚文化或是次文化的议题能够更深入的去探讨与了解。其实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就是将来宣扬的对象能够期待台湾文化透过这种语言转译的一个重建，文化的重建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也希望呢透过田野，然后提供这个本地多元化的文本，来引导本土语言教育跟双语教育政策的那个建构语言跟文化认同的融合性啊。那最后呢，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这个研究里面就是结论，就是其实就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项研究的结果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在阿美族的社会当中，在过去的阿美族的社会当中，我指的过去的阿美族社会当中是指施琅来台湾以前的那个阿美族的社会是不会被允许的，因为我们从圣山田野里面已经发现到它不是集中，它是分散的。然后呢，它就是发展的这个过程是一种普遍经济啊，不是资本主义。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现在的学术，尤其是经济学就做对话。就民族学跟经济学可以透过田野还有语言的转译来作为一个对话。好，那这个先前面提纲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一个就是这个开始就是语言符号。事实上这句话的这个词条是1884年马林诺斯基，然后他所强调的，他就是强调在语境的那 context 当中，然后呢，他就说在语境当中就是一个族群他在用的那个词语的那个环境当中，然后只能去针对某些聚焦的世界来解释，它不能呢就是独立在这个事件之外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个深山田野里面发现了4个梯田，然后呢，这个梯田里面当中，他们从那巴拿万山，然后经过巴里湾溪，然后到丁子肉溪到利大溪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他把了这个2个品种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然后呢，到新的地方，它原本就是一开始的品种跟就是说，因为它有道盲，所以大家要一起来做，要共同去做它。那原本就是2个不同的品种，然后呢，最后就是演变成为一个代名词。所以是不是就可以在体现那个马林诺斯基认为语言符号，那就是
只能针对情境当中的那个问题来做解释，然后它不能跳脱这个阿美族的那个原真性的那个框架之外。那这样子的话，就常常就会造成问题产生，也会造成冲突。尤其在资本主义涉入到阿美族社会中，常常会造成二元对立、就是二元对立论。那这样子对我们后代的那个子孙，他们去参与学术，常常会吃了很多的大亏，因为两造之间的处的那种立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来讲本真态，这边有个关键词哦。好，今天用这个来谈，对，就是让大家同时可以看得到，就是原文的内容啦。之前都是 PPT 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今天就是用原文。然后，所谓本真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阿美族的社会啊，然后呢，今天来了一个学者，他站的角度是一个圆，阿美族的社会是一个圆啊，一个圆。然后他可能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下去的时候，就是看到一半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 U， 然后他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就变成一个倒 U， 然后他到左边去看是变成 C， 他到右边去看又变成一个左旋 C。那这些书写历史的人，书写阿美族文化的人，他到底他就是看了什么 context 这样子，然后。那是不是？而且他过去的那个学术是这种威权制，然后他是强调就是只有学术对话。那我们根本也没有听过有那个部落对话的。啊，部落对话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于现在的那个原住民基本法、智商同意法这些条例才开始有这种部落对话。那过去都是中央研究院怎么说就怎么算了。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提到说，现在讲到语言人类学，然后讲到语言符号，又从索绪尔给我们的那种结构跟功能里面上去体现，就是说，在语言里面当中，事实上，马林诺斯基有讲过，语言符号它不能就是跳过原来的那种框架啊，所以那个范围我们就叫做是原真性啊，原真性。然后呢，然后这里面当中就讲到说二元冲突。那二元冲突来自于就是我们看一个世界，到底是你是从微观的角度呢，还是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对，你是客观，有人常说自己是客观，有很多学者自己是客观，事实上我们在下面帮他拍手，事实上我们听到结果就是根本就不客观啊。例如103年的时候。太巴朗部落的杨德金议员，还有部落的耆老到东华大学去听某位教授的上课，他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就是直接就是认定了那个太巴朗的萨萨盖的遗址不是太巴朗的人所建构的，他认为说那个不是阿美族做的啊。其实这个事情回来之后，这个教授被骂得半死，可是这个教授是听不到了，因为他只强调那个学术对话，他根本听不到部落对话。那因此103年这个事情就被小弟我，然后呢被叫去，然后透过那个祭司家族的那个田野口述去做录音，结果就发现到这个房子真的不是阿美族盖的，这个房子真的是来自于台南以南恒春以北的这种喜拉雅族或者是恒春阿美族所盖的。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呢，他们盖房子母语还有另外它的衍生意义哦，就是说这是传宗接代要通婚的意思，所以巴达鲁玛，所以巴达鲁玛这样子的一个词语境，在阿美族的语境当中啊，然后会变成就是说就是小孩子的填鸭式教育就会说巴达鲁玛就是盖房子，结果巴达鲁玛它真正的意思是要盖了房子的。要衍生就是弄3颗石头做成一个灶，引了火之后，大家成立了一个家族，成立一个家庭，然后繁衍子孙，然后呢，最后面就是有3个家族出现之后变成一个阿少，有3个阿少
进来之后就变成一个泥牙肉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过程。但是我曾几何时，这个巴达鲁玛就变成家，就是极端的家啊。但是其实语言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光是这个家的研究就有蛮多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了啊。所以这个本真态这个词条，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哦。那就身为一个原住民的族人来看，这个本真态出现在人类学跟这个部落里面当中哦，就是以阿美族的主体诠释哦，必须要这么说，就是人类学必须要克服主观的能动性啊。我们很多事情呢，胡台丽就讲啊，这个阿美族的这个嘎吉达案的那个柱子啊，那柱子啊，他知道他去记录这里面有8个柱子，然后再加上外面加起来是11个这样子。他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柱子的形成，它是透过采集某种植物的树脂来做2次提炼，然后再把这个树脂变成碳粉，然后裹上去的。然后呢，这些就是它原本的它实际上的那个结构，它就没有办法去体现说太巴朗有8座山、11条河流，所以当时祖先从萨萨盖移到了嘎吉达案这个位置，事实上跟这个8个山跟11个河流跟这个嘎吉达案的柱子是有关系的。因此，中央研究院所提的记录就是必须就对于原住民来讲，就是主义蒙蔽他者代行嘛。好，那我们再从网络又发现到，过去阿美族的族人、太巴朗的族人，有去中央研究院去推讨这个嘎吉达案的柱子。那记忆当中，这嘎吉达案的柱子是因为有一个台风，它放在了那个原子的外面，然后这个中央研究院一个老学者叫任先明跟这个刘斌雄，他们很好，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个有价值的东西在外面iPhone 授予，我们不如把它拿到中央研究院去存放。这个一拿去，他说是代为保管嘛，结果保管之后呢，现在阿美族的族人去跟他催讨就要不回来了他就说文物保存不容易啊，国家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资源在上面，然后呢又怕说部落没有那个环境去保管它事实上这个对于在地人就是打造这个柱子的家族中央研究院不知道是哪个家族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是哪个家族然后他不知道说当时那个技术他就是要让他在外面 iPhone 授予的。因为它的那个防水技术就是不能接触到那个冷气低温它会发霉但是在外面的话，就是 iPhone 授予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样子，这个柱子就变成国家资产了。然后呢，政府呢再透过文字法律就设定了一些规则。那阿美族的祖先这个先人那些在场的那个人都不在了，然后去拿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就是这个就是主义蒙蔽他者代行就是这样子一个举措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贬义中央研究院的意思因为我还是学生所以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在主体的这种诠释上面，可能部落的想法跟国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国家可能也不要太骄傲，就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中央研究院，你就是权威事实上我们反而是希望说这些学者能够更谦卑，不要养了一些那种就是次学者到了部落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官僚所以事实上这个现象是有的然后也不是要批评什么，就是说其实学术上是可以就是那个官民互动的啦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霸权就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观察看到陆陆续续出入部落的人就是常常就是主义蒙蔽他者代行
然后呢，当我们到学术上去跟他对话的时候，又讲了一堆理论。事实上这些理论其实都没有办法融合在当时阿美族的社会了。那讲了这些，其实就是强调这是主义蒙蔽他者代行，历史是建构的，然后呢，历史是人为是书写的，他书写透过符号来表述，他未必能够掌握，他可能掌握阿美族片段的事实，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诠释他永恒的真理，这是在学术上我们在强调的问题。好，那圣地巡礼的民族学课题，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那上礼拜我们就用想象共同体还有圣地巡礼这两个词条来说明，就是从圣山的一个观察里面当中，跟现在的就阿美族社会里面当中去如何来看待一个不合社群常规的人那个在社群当中那种不合社群常规的人的排除，这个叫他者化。这叫他者化。他者化在原住民社会里面当中，就是我讲的主义蒙蔽他者代行。对啊，然后他这个结构是利用了想象共同体的理论所以我们原住民的青年去读了这些理论，其实也可以就是跟学术上做一个交流不是冲突，交流上就是说，你可能认为说一种极端的一种看法其实我们反而倒认为说，你因为吸收了想象的共同体。然后你的历史建构论的结构，然后你的他者化可能呢就是主义蒙蔽他者代行，然后呢让原住民的原真文化呢就是慢慢的呢就是表面上是看起来你在保护文化其实呢原住民的文化就是慢慢的在枯萎、凋零、裂解、断裂这样子那所以他者化这个词条大家要经常要把它背起来，因为以后在面对这个二元对立的冲突的时候会可以用得到。对，那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圣山？因为圣山就是一个空间，然后呢，谢娜他就认为就是说，事物都有共识性、在场性，还有它的结构性，然后这些东西呢搞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空间表征就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这样子。那这空间表征其实这一个熊彼特或者是哈维他们这些空间学者就是的理论呢，其实说的就是很典型。然后其实我们必须去吸收它，然后才可以就是说厘清我们所知道原住民的世界到底跟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差异在哪里然后就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词条叫跨境解读。跨境解读就是说到了一个不同的空间里面当中，然后呢你去表述它，这往往就是给人家的回馈认知上面就会产生不同的差异性然后这样子呢其实就说明了阿美族的主体，然后呢受到了空间的权力的关系，以及这个殖民主义跟学术批判的支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我族诠释，然后常常会被学者认为就是说我族中心主义其实我族诠释站的立场不是现在看得到的这个空间，而是过去的空间。那因此学者就会认为说，那是你为了让自己活在现代化的世界的一个抽象名词。那因此我们就是你从一个部落到学术殿堂的一个学生，我们就会经常对于学术对话跟这种部落对话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我们一直期待就是说，对于原住民的文化结构的看法，必须具备一种文化的理解。然后，但是事实上，这样子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法律跟这个国家主义出现的时候呢，这件简单的事情就变得不简单的事情了。所以文化理解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事实上做起来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有国家主义，
还有我们刚刚讲过的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呢，就是说国家呢它是资本家，它盖了电厂给你收电费，它盖了水厂给你收水费，然后盖了很多的道路你就收道路收益费，然后你闯红灯就给你领了罚单，这个就叫工具理性啊，工具理性。那也就是说国家希望你去劳动，所以盖了一个幸福社区，一个工业社区，所以大举的阿美族就迁离开原乡，成为都市的原住民。然后呢，他盖了一个工厂，你可能这个20年来你生下了下一代，然后你可能就是在附近的工业区就做一个就是操作机器的作业员的工作，就基层员工。那孩子日渐长大，再帮你盖幼稚园，然后盖国中、盖高中，是幸福国中、幸福高中。啊，结果呢，你就会发现到你那么努力，然后呢，你赚的10块钱里面当中，可能有3块钱或者是3块半是给国家的。那这给国家的这个叫做工具理性，这说明了就是说你赚的这些钱有一部分要给国家。但是我们原住民过去的经济体制不是这样子啊。比方说，我今天去这个山，我砍了1楼的这一个，因为没有马路嘛，所以要过河，所以你一次只能背1担的这个贵竹笋，到市场卖，这是我一天的所得。那这一天所得会不会被扣？不会被扣。那这是2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是这个经济制，讲到国家的这个经济制度，就比方说去工业区这件事情，那让你异化劳动了。讲到异化，讲到劳动，那其实就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然后呢，他就希望说你不要有钱，因为他把资本垄断，他累积资本，他才可以就是控制人民。这个控制叫做工具理性。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那所以才会讲到说空间的主体价值，然后呢常常就会是一种想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社会的发展当中，原汉之间还是处在一种不平衡的不平等的那种结构上。你从这个原住民族彰化边保留地的这个绩效跟这个办法来看，你就会知道这个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是非常不易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圣山，然后我们有没有看到尼亚肉？没有看到尼亚肉这样子。因为部落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阿美族原来就有的。因为你阿肉这是一个名词，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 ARO 这个阿肉？它这个词这个尾词的意思，它是说我坐下来休息一下但是呢，它是暂时留置，它并无久役的意思所以这个名词里面说明了这阿美族过去频繁的流动跟迁徙是有关系的。所以那尼亚勒的意思，它如果从国家来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社区对日本来讲就是一个社。其实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强调的集中嘛但是我们去回到圣山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那些老祖宗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他住在地理皱褶居住带，他就是住在那个地理有皱褶的地方，跟水资源共生。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可能盖的那种传统的高脚钢梁屋的这种建筑形态，因为这种就地理曲屏线。地理曲屏线旁边呢，它是一种地理倾斜线，就是宣泄水的，就是水沟。它水沟是人造的，因为我们17个调查点里面当中，有水沟的那个石头都是集中分布，而整个山的石头呢，它都是零散分布，这说明了，它不是天然的话，就是刻意的，就是建构人为，局部的建构人为，因为它住在那个水沟的垂直线上，靠着这个山背的一个曲屏的平台，它搭了高脚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理环境当中，2周它都有极高纯度的黑陶土的土层被我们发现到。那总共呢有17个地理皱褶。那我们相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牛骨的化石，而且这个牛骨甚至是爪哇牛的化石。然后呢也找到了不少的陶片就是发现了3个遗址。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就常常就发现到中间就学者很厉害，但是学者我们
就发现到他们没有强壮的膝盖，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这个山去田野调查，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山有人兽分隔线，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山有一个阿美族过去抓鲸鱼出航的一个灯火塔，所以就变成他说我们原住民族在这个地方就是自由的想象，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圣山的研究就会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冷门的地方啊。事实上圣山一定要去看的，你不去看你怎么会知道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到底是中华民族还是南岛民族？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你才会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到这个尼阿肉的意思哈。然后我们词典里面就是讲的是部落，但是阿美族有没有部落？没有部落啊，因为我们回到圣山去看的时候，它不是集中分布啊，它是零散分布，对。然后呢，他们没有就是聚集在一起，它是分散开来，所以部落就是我们去做文献探讨，就发现到哦，原来是荷兰人他开的部落会议、长老会议，然后呢，接下来西班牙人也是，然后呢然后就办了仆社。清代来呢，就延续荷兰人就坡虾一样，纳降就是瞌睡，按丁纳降哦，修固兰西一番丁一文钱呐，原住民呢就去那个玛丽云呐，玛丽云为什么叫玛丽云？因为它原来名字叫 Maivert， 就是交换的意思。因为原住民没有钱嘛，所以他就拿入金、入骨、入肉，然后到那个地方跟赖科就是按丁纳降啊。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变成原住民刚首次使用金钱的地方啊，所以，那我们再回到主题，就是所以尼阿肉其实它就不能说是一个社区嘛，一个社区，那这叫玛丽云，它就是一个社区啊，玛丽云社，事实上玛丽云只是一个交换的地方啊，所以你把玛丽云当社其实就不对了哦。或者是尼阿肉也不对了，它就是一种流动的关系，它在这里并无永逸，它是暂时来这个地方交换之后又会回去然后我们来看部落是怎么形成的？部落呢，过去呢，因为我们频繁的迁徙跟那个流动，所以我们就会做30造啦，就斗落跟那个把落这两个名词呢，一个是有生火的，一个是没生火的。然后请参考这个那个本文里面当中已经帮大家就是做了整理了然后因为有了火，有这3颗石头生了火之后呢，就是代表生命的延续也对于阿美族来讲，有3颗石头就可以成为一个达鲁案。那有的达鲁案你会去狩猎，就去狩猎这件事情就是发展经济，所以呢，这一个30造呢，就具有家的代表性。那换句话说，只要有一对的男女，携带阿美族的姓名、语言、服装，还有他自己的阿美族的血统，还有他的祖先传给他的子承父学的那种生活的常识。那不管是走路、游泳、划船的。任何的一种方式，他离开了原乡到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那早期就是住在地理皱褶居住带，他就会设了一个30造，然后取火然后就是作为一个，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阿美族取火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这个看法是对的然后呢，事实上火呢，它是一种生命的体系还可以就是更进一步的说明它，但是又是另外一篇论文了那我们看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有火之后就可以避寒、驱虫煮东西，也可以照明、制造火药，然后呢，可以就是研发工具，然后火呢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医疗的功能，然后甚至呢，在心智上面也可以更接近神明。所以有火就是发展经济的一个最基础的基本状态、基本的结构所以只要对于阿美族来讲，有3颗石头就可以成立了一个家了，这样子那当有3个家的时候，就可以繁衍出一个拿少拿少。但是拿少这种社会组成的关系，会因为地理环境
的那个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呢，所以因为住在地理环境呢是空间地理皱褶带是空间狭隘嘛，然后你人多的时候，势必就要迁开来，没有办法住在一起，所以就没有办法变成一种生命共同体了，就是你爸爸蛋的这种概念。所以这种尼亚肉很难去解释阿美族它的核心意义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经常性的迁徙啊，然后我们呢是不是在这个说明这个语言，然后作为符号的传递的时候呢，来作为那种部落的一种这个本质文化的一种形式之一的说法。好，那就是现在讲到然后讲这些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啊，因为刚刚讲到一个社会里面当然有主流文化，就有亚文化嘛。对，那亚文化在主流文化里面当中当然是相对弱势啊，而且肯定会产生文化差异性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平衡它？在语境透过符号的传递上面，才有办法去平衡它的文化差异性。对，因为在这种多族群的国家认同所谓的多元文化社会，它是一个事实。那如何去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来处理多元文化所产生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一直长期以来就受到在国家主义之下，被凸显出一种就是非主流的文化，例如第二文化、小众文化、次文化或是亚文化这一类的这样子的这种就是我族看法哦。然后其实他者也是这样子在看啊。那亚文化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的一种那种特征之一。但是亚文化会被主流文化受到牵制，好，那所以因为是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之下，然后呢，亚文化又常常就受到同化现象。那亚文化受到同化现象，那是那个文化的五化现象啊，原来是如画，就是你从小双眼所视、双手所指所看到的这些知识叫如画啊，然后再来就是擘画，你迁移了，你把这个如画的东西你就传播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进化，然后你又发展出新的物质文化啊，最后面另外一个文化进来之后就把你同化哦。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解释它。那同化以后，他就看你就是亚文化、次文化，然后呢，他就认为就是说那个亚文化它有异质性啊，亚文化当然是会有异质性的，因为你是大群里面当中有小群，大多数人看你当中当然是会觉得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是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下课10分钟，然后10分钟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问题解答。哎，我是啦，奥基达，到8点10分。好，8点10分我们再继续说下去。哎。好，下课10分钟。
好了，永康，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开始了。没有听到声音。哎，永康没有听到声音哦。老师没有开麦克风。好，这样子有声音吗？有了。有，好，抱歉。那我们刚刚讲到亚文化嘛，亚文化就是说，在一个多元大文化里面当中，那你是被看待就是一个小文化，然后这小文化里面，但那个大环境的人会认为说它有属于异质性。那因此，语言从业者、语言教育者，他就会扮演一个很神圣的任务了。因为呢，对于阿美族来讲，对，毕竟到底阿美族是南岛民族还是中华民族这个问题啊，就是从看到汉人之后，到了台湾这个岛屿之后，就一直存在的一种二元对立论了。但是我们撇开政治不谈了，对啊，因为两个是不同语系的民族啊，对啊，那所以对于阿美族来讲，其实第一外语就是汉语啊，因为你原来的就是使用的母语就是阿美语，所以你的第一外语其实是汉语。然后你接受国民教育之后，才开始会有英语跟日语，就第二外语跟第三外语产生。对啊，而且现在阿美族其实这种多语境嘛，事实上荷兰人来的时候呢是二元，就是二语并用，然后日本人来也是二语并用，汉人来也是二语并用，现在已经是多语并用，它那个语言的发展是这种情况，所以语言从业者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这种状况之下，然后你必须呢要排除这种外语，所以外语就是指的汉语啊所产生的抑郁感啊，这个抑郁感这个就很好玩了，就是抑郁感的意思是不同的地方的感受，这样子简单就是顾名思义嘛，就是说你讲阿美语的人，你讲阿美语的人，你到了那个都市里面当中，你变成讲汉语，然后汉人来听阿美人讲汉语，就会有抑郁感这样子，因为你主持跟他的主持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很有趣的语言现象啊。那因此，如果都市的这些语言的教育者他来开发亚文化，然后呢，同时去提炼本土语言教育在双语发展上面一个发展将会成为一个亮点，而且可以帮助多元族群在建构语言跟文化的一种融合性，它可以发挥它的那种神圣的一种使命，而且它还可以发挥它的
教育的功能，其实这个教育功能是胜过于现在的这种一般学校的国民教育。那事实上，就是在50年前，美国就已经认为，就是说杜威的学说是教育即生活啊。事实上，阿美族的教育，阿美族根本没有教育这句话，但是阿美族通常会使用一个语境叫乌比那那曼，就是养成良好习惯。这句话就说明了，这是你在阿美族社会当中，你要从生活中学习。过去的学习就子承父学，或者是一个渔团就是一个阿少，或者是一个族群出去，所以你就是在生活当中接受教育，对啊，那当然跟现在的学校教育那种刻板教育当然会有所不同。那因此，在两个族群、两个语言共同发展当中，这彼此都会有异域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因此，现在强调政府又强调多元教育，那更说明了那种民族语言教育的从业者，他的责任就更重。然后呢，就是它的功能呢，甚至呢会超越教育的体制所以这将来对我们的下一代的这种那个教育功能上面，其实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就讲到刚刚讲到这是语言的异域感那普遍经济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啦，它就是过去它就是一种宏观的经济体制它就是互助的，然后呢，它不是垄断的，然后是非资本主义的形态。然后这个普遍经济是因为巴塔耶他就是观察死亡学，就发现人类最底层的空间还有一个心智的空间所以他将 sovereignty 这句话解释为神圣空间但是你去查这个 sovereignty 这句话，其实在字典里面它是国家主义那为什么它是这种神圣空间呢？因为你只有去奴化去奴化，就是说，就是对阿美族对那种尊严的理解，可以从受性的空间，同时也存在着异质性，来体现出跟权力之间消长的关系的一种彰显了。那这种来自原始的受性空间，它是所谓原始的空间，就是说，比方说出草这件事情，或者狩猎这件事情，然后对文明的国家、文明的人族群来讲说，可能这个事情可能是一种兽性的行为，或是就是蛮荒的，或者是未开化的行为但是对于阿美族人要怎么样看待这个行为？因为你跟着不同人生活在一起，相处在一起。那巴塔耶他是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去奴化。他说这个动物呢，它要面对死亡，它迟早会死亡。然后呢，我们解除它生前的奴性，比方说牛，它一生都是为人类服务，然后呢，它就是服务到，它就是被所谓服务就是奴役嘛。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它赶快结束跟人类之间这种关系，希望它到下一个空间里面可以转化成另外一个就是神圣的生物，不要再这么劳累，这样过其一生的。这个叫做去奴化的意思。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你就可以理解说什么叫去奴化了这个图，这个图，好，这个图是这一个人，太大了。他叫杜隐吉，好，这样子看得到这是他的这个日本人给他的，这个不重要他的头目证书，你看看他的帽子跟现在我们看到阿美族的帽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这顶帽子是唯一一顶是拿荷兰人的头皮跟他的红头发所装饰上去的杜隐吉这个家族，我为了这顶帽子，就是在他们家待了3天3夜，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是给荷兰人去奴化，因为荷兰人刮病太辛苦了，要当卫兵，要干嘛的，然后呢，他觉得就很辛苦所以就干脆就把他给拿下了那为了彰显，就是说他跟他之间是在同一个空间，他不希望说他去奴役他自己，他希望他跟他成为一个家人，所以呢，留下了这唯一的一顶用荷兰人的头发
所做的帽子。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阿美族的那个男性头上戴的发冠啊，头上都要用红毛线。所以红毛线的原因不是就是说作为一个观察者他所认为的就是装饰品，他不是，他真正的其实就是去奴，就把那个敌人的那个奴化给去掉，然后呢跟阿美族就是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用这个巴塔耶的那种行为论、功能论、死亡学来解释它，这样子是。如果提到巴塔耶，我们就用这个去奴化来解读说这个帽子的产生。那所以现在的帽子里面就大家都用了很多的红毛线。那红毛线的由来，其实它对于泰巴朗来看，它是荷兰人的头发，这样子就跟大家就是大致说一个所谓去奴化现象。从这个图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过去那些先人他们是怎么样来体现的。好，但是那其实也不是很重要，那就是过去的社会我们没有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历史的记忆，还有这一个蛛丝脉络，我们来就做那个做诠释。好，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集团捕鱼也是一种弃奴化啊，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任何生物都要面对死亡，那死亡其实就是一种耗费的现象。那这是跟巴塔耶讲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哦。那阿美族的这传统的集团捕鱼当中，它就是体现那个水的族群在大自然当中那个不为自己而为他人、不求回报的报称关系。阿美族的那个先人看，这个鱼在这个水的冰冷环境里面这样子不穿衣服。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在清除那个藻类啊，所以他认为说这样子的生物它就有奴化的现象啊，然后他也希望说他早一点去投胎，因此那捕鱼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全村动员去把那个鱼就是把它除掉，希望它是到下一个空间去这样子，对，然后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我们从他行为论，然后跟他的那种口述，跟他的那个仪式里面当中，我们把它就是分离出来的他的这个核心的意义，他的看法。哦，那既然他就是把它消灭掉了，然后呢，作为一种提供人类的这种互助、均衡跟那种发展的普遍经济的现象，又回到普遍经济了，所以就是说，它消灭那个水的族群，对于人类当中，它是不计回报的那种叫做报称关系。然后在合计当中，然后人类呢就希望说他换一个，人类的心智就认为说你不要一直在水里面，你到下一个空间，哦，然后成为一个高等的生物这样子。然后这就是从集团捕鱼跟荷兰人的那个法冠，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对于这一个文化的体现当中，跟汉人跟目前的这种研究院学者其实是有相当显著的差异性啊。好，那其他部分你可以稍微看一看啊。我们再往下看，去奴化讲完，我们来讲耗费了啊。我们知道耕田的文化当中，以前呢一个部落里面就是有4个梯田。因为为什么？因为做一歇3，这个田做了1年之后就烧掉，之后就是给它休耕3年，那再到下一区，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流动嘛。对，那我们讲到说，现在治理就是生产跟提升产量嘛。然后呢，但是我们过去的当中，这里面当中就产生储存跟过剩跟储存的问题呀。那资本主义就认为累积。囤积它可以产生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呢，它不是公众的财富，它是个人的财富所以这个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对于我们强调是公众的财富的族群来讲，我们就不主张去储存它。那因为我们就认为说，你储存它，人会产生间隙，然后会互相的争名夺利，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它耗费掉。所以我们在节庆里面当中，我们一般观察阿美族所有的族群里面，最大的耗费就是丰年祭，就是所谓的节庆。然后这个节庆里面当中，就是田跟田之间的公田，那个所产生的东西都是提供给这个大会，就是作为
这个节庆所使用的，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耗费现象，这就是一种耗费现象。因为过去阿美族的社会当中，不是担忧不足，因为有人有家族，然后呢就有分配你的这种生产的那种职业。你今天养鸡，你就会去跟养牛的到那个交换所去交换。那你今天种菜的，你就可以去换猪肉或者是鸡，就是用彼此交换，这个是所谓的交换价值。然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多生产的是没有用的。比方说部落有100户，你就养100只鸡，或是生产100份的青菜这样子。然后多的部分呢，因为你没冰箱，你会坏掉，所以当然多的部分就把它耗费掉。所以这古代阿美族的社会来讲，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在阿美族的生产空间呢，它其实不是担忧不够啊，而是担忧过剩的问题。因为过剩的问题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比不够还来得更严重。然后呢，因为普遍经济它是从空间的生态的平衡的关系，然后呢，所以然后去营造人类的社会，阿美族的社会。那因此这种社会常常会造成世袭现象啊，比如说你的祖先是养鸡的，你的世代又养鸡，像太巴塱就体现在哪里？太巴塱发现了红糯米、剑笋，还有台湾高山犬啊，这些种怎么来的？然后我们去问，然后他就说我们祖先一代一代留下来的啊，所以这我们祖先一代一代留下来就是物业世袭的那种运作，然后这说明了就是说你会去世袭这个，就是说你要用这个作为生产，然后去跟其他生产其他东西的族人来就以物易物，然后这供需平衡，然后那这是不是一种均衡的、互助的、永续的一种制度？那这个制度现在会不会在这个社会出现？不会，现在都是用金钱，然后呢，所以金钱越多，所以垄断的这个资源就越大，那就是资本主义啊。但是阿美族普遍经济其实就是就是相对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啊。那刚刚讲的就是直一歇山了哈，然后我们在圣山也发现到那边的九琼木都不是像集中的，它是行列的，而且它隔开的地方是好的生产区跟不好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不好的有水的有林的那些就是未开化的原始林，然后这很明显有这方面的差异性。那因此我们又在这个不好的这个原始林里面当中发现了爪哇牛的混血种跟赤足藻虾还有那个高沙天牛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这东西其实是不应该再出现在一般的那种小山嘛，对啊。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就说明了这个人兽分隔线它是有功能的。那其实这说明了就是人类跟自然之间它也是那个均衡的、互助的、永续的。所以人兽分隔线被发现存在在圣山，然后也存在在太巴塱跟奇美然后我们因为调查范围比较小，都有这个它的共识性存在。那所以因此我们就认为人兽分隔线是祖先从巴拉样到了这个吉兰康山之后呢，往下破迁之后又带着走现在所有的就是我们所看到阿美族的那种山林的治理都有这个人兽分隔线，而且它的那个树木是非常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粗到多粗在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田野调查的。然后给你看那个人兽分隔线的那不包含被那个中华纸浆厂裁掉的但是现在裁到是它的分布点是有线性关系这像左边的这个图，这个是行列的九琼木，这还不够古老，还有更古老的。你看看这一个图，要两三个人才抱得住，这个人可能要5个人才抱得住。所以这个九琼木，
我们已经知道是祖先上岸的时候就已经种下去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分布点是从八旗寿丰乡的八旗的那个海岸山脉的人线，一直往丰滨到吉兰阿善，这个整条线上都是行列的，都没有像是那种树林的那种现象，而且都是成行列，而且那个古老的树都是这么粗的，这说明了人寿分隔线存在的这个事实是存在，而且时间还非常久远这样子。然后再讲到说梯田的空间表现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普遍经济，刚刚讲到普遍经济，然后我讲到那嘎布跟你的嘎跟那嘎布，事实上这两个汉道虽然现在是代名词，但是原先初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汉道，但是原先祖先带来的这个汉道是有芒化的，有芒化的这种作物它不容易抵抗过度的水分，所以当植物腐败或招致虫害的时候会祸及族人，所以梯田呢必须透过地理倾斜线把多余的水耗费掉。我们把我们地理奏折在我们那个水资源，我们把它耗费掉。你看又回到我们的普遍经济的那种原则，然后把它排放回大自然，再提供动植物去作为养分。然后呢，这种做法就不会让森林因为人类的介入而遭受掠夺水资源、森林，然后反而会增加林下湿度等等的，让动物变成孕育的温床，所以变成人兽之间基本上分隔之后是变成共治，因为哪里的词的意思是纠结在一起，它是共济的意思啊，它不是那个就是自然权利的分隔关系啊，它不是隔界。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人兽分隔线然后这样子的经济体制，它虽然它是凌乱的，你看它凌乱，它不是整齐的如果是整齐的话，就是资本主义；那如果是凌乱的话呢，就不是资本主义，叫做普遍经济所以过去的那种，你去深圳看，就是看到过去跟现在是真的是相对的差异太大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提到了中央研究院，他研究蓬莱米，然后里面就有有人说我们这边叫米德嘎，那个中央研究院是姆德嘎那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没有罗马拼音嘛它叫拿卡布但是我们这边叫拿嘎布这样子，然后这个蓬莱米就是经过驯化之后就变成无芒化但是无芒化它是意思就是说它可以累积。可以囤积，但是有芒化它是主张耗费，它是不能囤积，所以这里面当中这种光是从这个稻米跟它的名词变成代名词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体现出过去的经济制度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是我们田野去问到的，就是你的嘎人家那个反正你的嘎或者哪个部它这是原来的那种汉道种名后来被日本人拿去改良，这刚刚就有讲过了然后这两句话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合作分工，所以就叫哪个部因为它就是一开始带来的是起源或者是开始，所以它变成它是的马嘎布，但是现在已经这个你的盖就变成就是开始的代名词，然后再来就是马嘎布就变成一起分工，就或者是共事的这个意思所以变成代名词，然后有芒化跟无芒化这个区别，普遍经济跟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性再来。刚讲过，人兽分隔线是因为就是一对兄妹上岸之后，他种植九球木的文献来源是开邦片假名手抄本，然后这个原文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把它翻译，去把它用片假名的发音，就会发现它是阿美语的发音，然后你就会知道它原来的意思。然后这个问题在于人类学来讲，就是一种四元现象四元现象，标黑字然后呢？这种四元现象就是刚刚
我翻译的手抄本里面当中，跟事实上我们所田野发现的是一致的。然后这个过去的事情，然后它是同源同种、同人所建构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就叫四元现象。然后它就是换了一个环境，又涉及到迁徙流动，然后它把原来的语言、基因、文化带到新的地方，发展新的物质文化啊。那这个就是四元现象。然后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就是逆向去找出四元现象的问题啊。然后翻译出来之后，这对兄妹他就是上岸去种了人肉分隔线，然后这个之前都一再都有提起。然后为什么要分散？为什么不要集中？因为死亡、天灾会造成人类的恐惧跟不断的迁徙跟播散。然后分散，如果大家分散来，其实上对于保种来讲是，或者保语或者保文化来讲，是一个比较有机会存在的。因为你一场天灾，它不见得全部的人会阵亡但是呢，你大家分散了之后，有可能会有少部分幸存者。所以说，我们现在阿美族子孙呢，对于从文献来就是解读呢，就是幸存者的后代，也可以这样子来看啊。然后呢，这个手抄本我们把它翻译，就是说，大概就是他崇尚的就是太阳神马拉道，然后呢，那个他就是派遣那个马斯拉就是人的初始的那个神明，他是从海洋登陆到陆地上来产生的，海洋登陆到陆地来产生的人，然后呢，他就创造了瓦尼涅尔，那就是审判人间罪恶的神，然后用来作为人间的秩序。然后呢，因此这对兄妹就漂流到巴里湾山之后呢，漂流到巴里湾山之后，这个有一个图，它就跟海洋这边你看，它就是跟海洋，它从海洋漂流到巴里湾山，然后上了什么？上去之后上了这个是巴里湾山的土地，上了土地之后，他就发现有动物有植物，然后呢，再加上它繁衍子孙是跟这个土地有发生关系，所以土地、动物、植物、马斯拉跟这一个这掌管人间罪恶的这个神这样子就变成阿美族的一个原始的一个信仰。同时，这个信仰当中也是建构它原始的物质文化发生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起源那参考资料你大概看一看，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日本人到了台湾之后呢，就是广泛的强制征收那个阿美族的那个零散杂乱的这种土地来生产甘蔗、稻米或者是凤梨之类的东西，然后呢。然后他就是主张一个大生产，所以就是株式会社。那大生产就是限制性的经济，就不是普遍经济那这个跟阿美族的部分是有极端显著的差异性。可是他们在这个把这个小生产的空间撸掉以后，就相对就把以前的刺五加，还有防止疟疾的那个金鸡纳素，还有消除体内的那个粉藤，降血压的黄藤还有小孩子哭闹的安神草，那些我们经常惯用的民族作物也一并消灭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去找这些东西就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所谓阿美族的家屋当中就有家树或者是家边植物的惯用的，其实就变成光是这一段就是惯用的家树跟家边居家周边植物经常会看得到的东西，他们就是为了主张大生产，所以产生了株式会社，然后呢，透过汉人的士绅、地方士跟这个军事的这种武力强制之下，所以我们这些就是传统知识就慢慢的就断裂了。然后我们提供的文献调查是1915年，日本人就官有林野的时候搞掉整个东部的土地然
然后我们就举了一个噶鲁瓦家族，噶鲁瓦家族他过去在那个马泰安，就是靠近那个外衣间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是宣扬爱国主义，然后要求阿美族去参与这个蔗糖的单一作物的广殖生产，而且这个作物是要整齐的规划的，然后主要是为了要他们打二次世界大战，他需要很多的外资，所以呢，他光是当时的咖啡就是当时的外贸的世界前3名，他用这个生产的这个资本去打2战，结果没想到被2颗原子弹给摆平了啊！那他们这样子这种不计手段的这种生产，其实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他所强调那个大生产的手段，那这样子的一个甘蔗的这个事情，凤梨的这个事情，咖啡的这个事情，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阿美族原本分散治理的生态结构了。所以这是2种不一样的差异性。那你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我家是糖厂的员工，然后我觉得糖厂照顾我们，那其实是没错，但是问题是你只知道说你是大生产里面当中的一个小单位，可是你不知道你却是这个原本在大生产里面的原来的主人之一，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就是转型正义，就不公不义，就变成这种结果，因为文字跟法律就造成了这种断裂性。好，那讲了那么多就是我们讲到的集中跟分散，对不对？然后生产跟耗费，那基本上我们都是跟现在外来的那种文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大生产里面强调整齐，那我们就是强调就是不整齐，我们那个有粉藤啊，有各种不同的多元的东西跟我们住在一起，它不是对方是只有甘蔗，就是单一的，那其他不是他要的东西全部都消灭掉，他不是。他只是为了他的就是生产的自私，可是他把阿美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也相对的就消灭掉了，就变成一个很可惜。所以我们的那个生态知识不断的就是沦丧、裂解、断裂，就是这样子。那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语言的发展了。过去我们就本来就是没有他者来的话，就一语专用嘛，然后阿美族人就用阿美语嘛，除非你就跑到那个港尾鼻，就是现在花莲港的那个一个小那个出海口去跟巴塞在那个地方就以物交换，所以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用巴塞语啊，所以导致于现在阿美族变成一个多元分歧复合的一个民族，就是这样来的。那后来就是有外人来的时候才有2语并用，然后甚至到多语并用的现在。所以因此就会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语境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阿美族的主体当中，当然就会对不同的文化解读产生偏误的现象。那日本人自己也提出了他者化的，就是时间会将他者就那个变成为原住民的那种时间将会遭遇他者的，就是另外的，然后并且成为原住民的主体意识。那意思就是说日文可以取代阿美语安藤也提到了使用双语并用的教育是最好的方针，然后使用2语并用不会影响被特殊占领的地位，那就说明了日本对于台湾原住民的那个产业的觊觎的那种野心是存在的。然后因此我们台湾原住民族就长期受到2语并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叫做渔民政治也好啦，或是渔民教育也可以因为他们所谓渔民就是所谓的教化跟那个说服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文献看一看就会知道了华山机制那些大统帅来台湾，他做了一些事情这边又讲到华山跟水野尊跟华山机制，然后他将这个殖民的这个殖，你看他是种下这个种子，然后呢，为了皇民产生那个帝国主义的一个那个手段它不是殖民的殖，它是种植的植那么特别在文献里面他就挑出这个字，然后呢，他就是认为就是说
教化原住民当中是可以对于他们的这个国家主义发展是有利的。好，那所以二语并用跟一语专用，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所以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会产生异域感，因为阿美族人老人常会讲，这是他们说的，他们说的就是并不代表阿美族主体的那种诠释或者概念本质。然后呢，所以第二语言就会产生认知僵化。那所以语言从业者透过语言的转译，就有助于将古老的知识体系来重现了。古老知识就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就是传统知识，或者传统生态知识。那传统知识跟传统生态知识是一样的，这个传统就是过去的。然后呢，我们过去本来是跟生态结合的，所以 TEK 就是简写 TEK 就是那个可以来就是主张，作为一个阿美对空间本质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些东西呢，我们呢就提了很多的翻译的稿，在这个参考里面看一下啊。好，第3节我们就是日本人就做了番童教育所，然后呢为了实施皇民化，然后由驻在所办理那种番童教育，然后导致于番童教育所里面就是习日语、重体能还有重生产这3件事情，最后导致于台湾原住民就成为那个2次世界大战义勇番嘛。然后这些资料里面，这里面都是有在记录的。然后那日本人透过那个番俗调查里面当中，然后就是要求就是实地精确的勘察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山林资产要确实的掌握住。然后呢，就是有在番薯调查第2卷里面当中，也为奇美太巴朗里面做了一些记录。但是刚刚提过，历史是建构的。然后呢，在这里面建构的东西，我们原住民当时是并没有看到的。但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但我们现在再回来看里面当中，就认为说番薯调查第2卷里面太巴朗篇跟奇美篇有必要再做个修正啊。比方说，这一个当时被日本认定的头目啊，叫罗格六这一个人啊，跟那个河野喜六去那个下德武还是上德武去看那个石板凿洞，然后在太巴朗的萨萨盖看石板凿洞，然后看一看那个日本人就直接说这个是铁器凿成的，事实上是铁器吗？不是，它是石器撞击的。对，所以这种文字的记录，它事实上是跟实际上是有很多差异性。然后呢，我所采用的手抄本里面，经过比对之后，它有拉、噜、喽这3个是自创字。你看它在右上方，它点了2个点，这是不一样的发音。然后都是轻音的音标，但是加了重音的作为自创字。然后这个自创字并不是太巴朗专有，而是所有番童教育所，它有一个教育什么什么小组，然后他们就是统一的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鸡跟灰这2个字它是1945年以前日本文部省公布已经不再用的字，就是断绝字。但是所以说你有这些自创字有这些自创字跟断绝字的话，就说明写的那个人那个时间就是存在在日本时代更早以前。因为1945已经台湾要光复了，但是这个在1945年更早以前就已经没再用了，而是1945年日本文部省才明令就是鸡灰正式不用。那说明了你只要手抄本有这几个字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在日本时代写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一定是在日本时代写的，就是以后才写的然后圣山的传说呢，可以透过语言符号的传递可以语言符号传递。把我前面整理的资料就是透过这个罗马拼音，然后呢发展成教本，或者是有声，或者是绘本，也或者是那个网络教学那这
这个部分，其实他讲那个普遍经济的形成，是因为他们登岸了之后，他做了一个顶部跟一个阿巴兹，这两样东西，然后呢作为工具生产工具之后才繁衍子孙，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说明了他们登岸之后用这两样东西创造了阿美族晚期阿美族的物质文化。哦，这一页这个稍微就是资料可以给你们。那这是手抄本里面全文，手抄本的全文，它这是阿美语的发音，片假名的发音，你就翻译念得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上面是这样写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说，阿美族原来的独木舟文化就是跟那个中央研究院所的萨拉萨传说圈只是很片面狭隘的，它事实上以前它是一种经济体制啊，所以刚刚有人在群组问了说，捕鲸其实只要阿美族，你是阿美族的后代，你的祖先可能都涉及到捕鲸啊。因为回到那个初始的状态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嘛，如果说你抓一条回龟30公分，还是抓一条金鱼，我们是一个集体共存、互助、永续发展的一个社会组织。你抓一条，你要你一个部落去分，那你要不如抓一条金鱼还来得比较实际哦。那你同样出海做1天工，那你为什么要去抓那个小的呢？所以我用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提供大家去反思啊、哦。那这个抓金鱼的这个事情，其实呢，就是整个环东岸，就是因为日本时代就是从南澳，然后一直到现在的那个南田。总共有4个捕鲸场，这个4个捕鲸场刚刚好，也就是落在我们环东岸的边线，就是说跟我们阿美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再加上那个旧香南遗址出土的鱼钩，更说明了那个阿美族跟这之间的关系，跟那捕鲸之间的关系哦。好，那个因为独木舟之前已经讲过，所以就没有再讲。因为我们回到主题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语言的重要性。那今天就是我们语言符号必须要以回到初始的状态来表现主体的原真性，所以我们跑去那个封滨的八里湾山去考察以前老祖先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到了说他们是住在那个地理那个皱褶带里面当中居住。然后在里面呢发展水资源的东西，然后盖了高脚屋，然后在这边生产陶土。好，那如果我们从环境演化论来看，先人在深山居住环境呢，它就不是集中的，这是分散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体制，而且它在地理居住带里面当中，它就是对于居住的那个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啊。然后就是它有一些原则，就是坡度要缓，然后上游有较宽的那个曲平带跟流速较缓的那个水级，然后水中要有那个软石，然后呢地形受到地理侵蚀要有生态高氧环藻跟沉积物的存在，而且呢甚至要有曲流或者是小深潭的地形。你看这就是地理皱褶带的那种环境，所以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必须跟水结合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依据这样子发现，就认为说阿美族的重要文明的跟那个起源地跟水资源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是高标准的关系。那么他们以前呢是不是集中的，是分散的。然后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深山去看，就是他们砍伐树木、移除树木是为了争取人的活动空间是事实，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兄妹同婚繁衍子孙，其实就是发展那个就是从巴拉样过来的一种经济制度，就是经济制度。最后我们就在深山的空间治理的经验里面当中，去体现了一种普遍经济在不同的空间的统治者的解读。我在这里就是说解放之下，然后它所体现的本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以社会学来看，这种行为表达方式其实是有助于人类的那个社群产生就是融合跟交流的那种结构，但是在金钱的这种交换价值
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当中，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很难再去找寻它这样子。那因此，透过第二语言来转译啊，语言人员语言教育者，他就必须要那个去排除那个不能理解的外来性的介入，然后呢，就是将堆叠在原住民所产生的那个空间，原住民原来的空间，把它排除掉，然后呢，才可以再现空间。然后呢，我们在语言符号的传递上面呢，这个掌握这个第二文化的那种议题性，然后来开创空间的主体价值，然后透过这个语言教育的那种知识的传递，然后就是发展一个跨越时空所堆叠的治理关系。那因为这样子可以引导台湾的人民呢，那些读者来实践台湾文化所谓的价值性。那我们透过跨文化的理解来说明本土文化的语言教育跟双语政策，其实可以建构语言跟文化认同的融合性。最后，这项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它不是一个专门独立的一种学科。如果透过民族志将语言符号跟文化结合运用，同时准确引导到多元语言的体系当中，将可以有助于运用新的语言形式来转译旧的。抱歉。将会体现出就是用新的语言形式，因为罗马拼音来转译旧的文化体系，并且来透过新的语言来呈现阿美族文化的独特性跟差异性，最终促使我国民族文化的价值实践在不同的国家的传播语境当中得到体现。最后，这项研究的结果说明了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在过去的阿美族的社会当中是不会被允许存在的。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跟大家谈论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就回答这个读者的问题啊。凯明，你写的这是对的啊。读入把那个就是有一个三历史就会有一个家，有3个家就会一个阿少，那有3个阿少就会成为一个部落，这是对的啊。沙巴洛那还是要回到3个石头啊，还是3个石头。巴达鲁玛达鲁玛的意思呢，就是就是大家以为是赵家啊，其实是那个成婚繁衍子孙的意思啊。然后再来就是捕鲸的工具有哪些？因为我们捕鲸船像阿美族只有1条，然后我们18号会在太巴朗做展现，可能原民台会播啊，你们再看一下，或者是说你在那个 YouTube 来搜寻阿美族独木舟，看我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当中，那条船就是抓金鱼在用的啊。阿洛是做的意思，对，但是呢，它真正的本意它的原意在古语上面，它是解读是暂时的，它没有久居之意阿洛那所以你阿洛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流动。我们今天到第1梯田去生产，然后我们到第2梯田去生产，然后到第3梯田去生产，都是在流动的嘛。所以我们就不会有社区啊，我们都在流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是没有久居之意啊。我们就透过巴拉放才有办法去跟自己的阿少就是做互动，所以发展很多的阿少文化而且存在到现在啊。然后呢，有一个问题刚刚我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个很好，就嘎马鲁案这句话你看又有一个阿肉在里面了对不对？案的意思，我跟你讲住所跟住所我现在打在群组里面看，然后你去思考这个住所跟住所的意思。所谓第一个人字旁的住所是住在这里的场所，而住所是住在这个地方的那个住，就是有流动的意思。这个部分就可以说明这2个之间的差异性，就可以说明就是你的那个干嘛卢案的的那个差异性在。台湾数十个阿少，原住民族目前有47个那个氏族关系啦。
47个，那其中有2个已经完蛋了，已经找不到了。有2.5个拿少这个氏族关系是没有找不到的哈。长滨文化为何不被采纳这个问题？因为考古不可考，考古都是片面的。它考古长滨文化能不能代表阿美族的文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就是被就是很肯定的，就是那个所以那个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台湾本岛上最早以前就是长滨文化，就是在那个八仙洞那个地方发迹，但是又有别的说法，就是说那个台南那边还有更古老的文化存在，但是长滨文化会比较接近这个阿美族。哈吉里万跟那个法利佑里万，那个这是先后的，法利佑氏族跟哈吉里万的氏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有先后的关系先到跟后到，先是法利佑氏族，后才是哈吉里万的问题，而且那个很多都是从那个奇美那边过来的，奇美那一带、瑞穗那一带过来的。好，冲腿遗址跟汉本遗址在考古文献有提到阿美族的活动记录是比较有可能性，因为阿美族利用这个撒拉塞，或者是这个所谓环东岸礼物交换那有在交流，就是撒拉塞氏族嘛，然后再来就是巴吉达兰氏族，但是分布的会比较广域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又跟噶里亚万的部分有融合的问题，所以融合在一起的话，所以噶里亚万氏族也有也那个什么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是哪些氏族在那里活动的话，这个真的是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很确切的回答你这样子。好，星爷你问的问题就是古道种跟这个油芒是不一样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当时台湾原住民有40-50种，对，然后呢，到底是哪个族群在用油芒呢？目前还是一个未知的定论。档案的主要的氏族大部分都是噶里亚万的，它是2个大部分，一个呢是南端来的平埔族跟那一个跟一部分的那个恒春阿美，然后呢再来又有一部分从那193扩散过来的那噶里亚万为大宗然后抓到鱼之后，到了岸边之后呢，有那个渔团的劳动，他们会用脱钓的方式，然后晚期又用爪哇牛去拉去拉这样子。好，那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边，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那我们下课请进行老师做结尾。好了，matangin ito ita ko painian ni Longkang natag alihay ko hinapas no parutsya ita. Ika hatini ata ko paini ito ni ata tukian. Ano irah tahaw ko ni o marusa swarenso ano cira pariyaw to tiyahan to asuman. Taga itini amikan siya kita ci Longkangan. 谢谢 Longkang。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好了吗？谢谢老师。不客气，希望你们听得懂。我资料已经上传了，你们再去下载就好了好，感恩，谢谢大家，拜拜。